讲到台中捷运攻击事件，大家看到是心惊惊。过来看高雄捷运，目前有42组车厢，所以敢若有4组有状感死。机关就咧批评讲，若发生意外，这恐惊是未符应变。市长陈其迈表示，已经争取到经费，今年全部车厢都会拢总装好势。即马伫高雄捷运车厢内面，常常当看到警察在巡，因为台中捷运的事件，高雄捷运也加强巡逻。不过目前高雄捷运40个列车到达敢若10个有装监视器，互高雄市议员不满。市议员戴炳甲伫当半前就8节巡过，迄当阵市长陈其迈有答应会加装，到达也未完全装好势。我在1年半前曾经要求市长说增加监视器。万一有什么突发事故的时候，至少我们可以保障乘客的安全以及相关的权益。但年底都要42节，全部都会装监视器。市长陈其迈保证，年底全部列车拢会装监视器。不过民众想法无同，有人认为有运输的问题，嘛有人认为无监视器会足无方便。有警察伫个车顶，还是讲监视器这部分，我感觉拢是一个真好的做法。应该注意你四周围的状况，不是一直靠监视器。对，我不赞成装监视器。国际公司表示讲，当初去捷运的时阵，就想要甲全列车装监视器，不过拢总爱开2000多万。今年已经争取到经费，就想安装，希望9月进前会安装好势。42台列车也要拢装监视器的话，爱超过台票爱超过2000万。即马已经，阮从今年初，阮已经摕到这个相关的这个经费的资源。另外，为着避免模仿的效应，目前高雄捷运警察队是2点钟一班，出动2位警察加强巡逻，互民众会当安心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